故事。OK。爺爺講1851至1855年香港的歷史故事。1851年太平天國起義，內地大批人南逃香港，苦力販運興起，豬仔館如雨後春筍，香港成勞工轉口地。I only need 1,000。開工了！快快快，快過路，開工！1851年，政府撥出經費興建水井，免費提供用水。1852年，文咸填海工程開始醞釀。香港的船舶修理和造船業開始興起。清廷禁煙，香港變成為鴉片走私中心。1853年，首份中文報紙《遐爾冠真有英華書院》創刊。日本江戶時代發生美國黑船事件，打開日本門戶。廣東籍的香港人羅森成為培理艦隊通譯。1854年，港督寶靈到任，一位通曉過百種語言的天才。香港義勇軍成立。1855沒有重要事件發生，但翌年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。1855年，風雨中嘅平靜。而家順啦，我係識廣東話。哦，好聽！訂閱、分享、同點讚。Thank you very much.